创世纪第13章，亚伯兰甲罗德分开。亚伯兰带伊的某甲伊所有的对埃及去尼结夫，罗德嘛做伙去。亚伯兰的精生金银真多，伊对尼结夫渐渐往伯特利迁徙。到伯特利甲爱的中间，就是伊以前大埔边去祭坛的所在。亚伯兰伫遐求叫上主的名，甲亚伯兰做伙去的罗德嘛有牛群、羊群、布边，直到迄个地区无够通互因做伙徛起。因为因的财物真多，袂当做伙徛起。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常常冤家。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住伫迄个地区。亚伯兰甲罗德讲：咱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嘛毋通冤家。因为咱是一家人，全地拢伫你的目睭前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去倒边，我就去正边；你若去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罗德抬头看约旦河往索尼方向，一片的平原，水源充足。迄个地是上主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以前，亲像上主的园，亲像埃及的地。罗德就经约旦河迄片平原，迁徙去东边，因两家就分开。亚伯兰住伫迦南地，罗德住伫平原遮的城。渐渐迁徙去到索多玛，索多玛人非常邪恶，大大得罪上主。亚伯兰迁徙去希伯伦。罗德离开了后，上主对亚伯兰讲：你举头对你徛的所在往东西南北看。你所看到一切的地，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。我嘛要予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土山遐多。人若袂当算地上的土山，则袂当算你的后代。你起来行透即个地逐所在，我要将即个地赐予你。亚伯兰就迁徙去希伯伦，到瓦近万里遐的上树的所在徛起。伫遐，伊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。